Hello， 歡迎收睇非精密科學，我係菲菲。今日係廣告時間。夏天我哋做咗3伏天天灸，嚟緊12月我哋就會做39天天灸啦。首先講下39天天灸係乜嘢啦。其實佢就同3伏天一樣，都係天灸療法，不過時間唔同啫，所以功效咧係一樣嘅。如果你唔知咩叫天灸咧，咁啊睇翻右上角條片啦。第二啦，點解要係冬天39天做天灸呢？中醫裏邊有個概念就係冬病夏治，夏病冬治。夏天嘅時候，我哋做天灸就係提升你嘅抵抗力，嚟到準備冬天，預防冬天嘅疾病。嚟緊嘅夏天呢，就唔夠咯，因為做一次差唔到成年嘅電嘅，咁所以我哋咧喺冬天嘅時候39天再做天灸咧，就可以幫你繼續提升抵抗力去應付嚟緊夏天嘅病啦。跟住講下39天係乜嘢啦。9喺易經裏邊係陽數，6係陰數，39即係話3日有陽氣嘅日子，可以幫我哋補充陽氣啦，提升陽氣嘅。你會問啦，冬天又凍啦，個天又黑啦，唔係應該陰咩？點解會有陽呢？大家諗下嗰個太極嘅圖，佢唔係一刀斬開兩半，一邊黑一邊白嘅，佢係陰裏邊有陽，陽裏邊有陰嘅，即係話呢個世界咧，其實黑白陰陽唔係絕對對立嘅，佢哋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好似月亮咁，去到最圓嘅時候咧，就會開始缺，缺到最少嘅時候就開始圓。所以喺冬天去到最凍、最黑暗嘅一日，就會開始見到光明，有陽氣嘅出現啦。所以我哋趁呢個時候補充陽氣，提升身體嘅抵抗力。跟住咧就係講下點樣揾呢個39天啊。同3伏天一樣啦，坊間好多嘅診所咧都有提供39天天灸，但係佢哋嗰個日子咧都係有幾日揀嘅。咁你哋咧又係睇翻嗰個正日啦，盡量喺嗰個正日去貼藥，咁就可以得到最好嘅效果啦。去片，而家我哋咧就係嚟到揾39天啦。咁又睇翻今年嘅通勝啦。去翻12月嘅呢度，12月、1月，咁然後咧就係揾冬至啦。今年嘅冬至咧就係12月21號，通常咧都係21或者22號嘅。咁我哋今年就係21號啦。咁呢個就係39天嘅第一日啦。點解會係冬至咧？因為有句説話叫冬至一陽生啊，就係話個陰去到最盡嘅一日咧，就係冬至。咁而呢一刻咧，陽就開始出嚟啦。咁我哋就係把握呢一日就係冬至啦。然後咧就數9日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咁呢個咧就係30號。就係第2個39天嘅日子，然後再數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即係咧26年嘅1月8號就係第3個日子，39天嘅第3日，同呢個3伏天一樣啦。39天咧，你亦都可以繼續落去嘅。3伏天我哋就係揾庚日噶嘛，如果有印象嘅話，39天咧就係繼續數9日啦。譬如呢個8號之後就要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即係17號你又可以貼噶啦。咁如此類推啦。